看这件事发生伫昨日，国道警察伫中山高路南36.4公里的所在，要甲一台超载、佮随意变换车道的连接车甲砸落来。这个驾驶想紧要来配合，但是一路往南口市区的方向来逃走，警方对后壁来捉，双方最后伫个南口公园的路口来对立。阮经野请叫对方来落车，这个连接车的驾驶是二喇叭来回抢，最后伊软入去车顶，互伊走去了。阮用青龙举出来，爱驾驶落车，抑过连接车的驾驶一直二喇叭回抢。连接车无挡店，路径经过驶退后，最后大家目睭金敏看伊驶离开现场。当时是下班时间，有不少过路人甲学生看到这款的场面，大家嘛着惊。这台连接车早伫高速公路，因为换车道无拍方向灯，国道警察早就加注意着啊。假意要配合，结果随驶走，踢伫路交流道的车阵中，关键落车拍伊的车窗，这个驾驶下倒落一个棒，要甲弄加在关键，骹手真好，紧跳开。车到下晡4点外，国道的警察伫国一路南36.4公里发现连接车呢有真项违规拍算伫40.5公里的主化线甲炸落来，驾驶驶入南口市区，警方就到公园路口赔清出来。该车不愿配合，并以横切方式危险驾驶，不顾其他往来之车辆安全，试图摆脱远警之盘查。原警为了考虑现场的人甲车安全，无伫后壁开枪，只好目睭紧闭看伊驶离开。下来！下来！下来！驾驶一连串违规，包括无服从指挥、过磅、乌白切车道、危险驾驶等等，原警拢会开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